咁呢個傳承嘅精神呢，其實就係令到大家可以充分咁樣感受到呢，元朗各個村呢，大家都係非常之團結，同埋呢係一代傳一代，將呢一個天后間嘅匯景巡遊嘅傳統呢繼續傳承落去。咁啊，小龍嘅後面呢，就係一條金光閃閃嘅大龍啦。咁啊，大龍呢，咁啊小朋友就未必夠力舞動，咁就係一班呢年青力壯嘅青年呢，就係嚟自大棠村嘅青年團。咁佢哋呢，就為大家舞動緊一條大龍。龍獻瑞啊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，合家幸福。咁啊，大棠村嘅青年團呢，為大家帶嚟祝福。咁今日呢，我哋嘅匯景巡遊呢，現在就喺度重複一下嚇，而家呢，就係第25支嘅隊伍，就係大棠村青年團呢，就為大家係進行緊佢哋嘅表演。咁啊，今日呢，總共有33支嘅隊伍呢，會進行匯景巡遊，即係會經過我哋而家所身處嘅頒獎同埋表演台嘅位置。咁係經過咗我哋呢個頒獎同埋典禮台嘅位置呢，佢哋就會經過公庵路呢，就去到大樹下嘅天后母廟，然後就會抽花炮，亦都係我哋今次嘅天后寶誕嘅壓軸重點環節啦嚇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呢想了解一下今年度抽花炮的財兩旺炮花落誰家呢，咁就可以繼續跟住我哋嘅巡遊隊伍。咁我哋嘅巡遊隊伍總共係有33隊嘅。咁其實呢，今年度我哋嘅元朗區日夜都繽紛嘅寶誕巡遊呢，係1連3日進行嘅。咁所以其實喺尋晚7點鐘左右呢，已經係進行咗我哋嘅起動禮。咁啊，今日呢，就係承接住尋日嘅起動禮，就係匯景巡遊嘅環節，亦都係1年1度嘅我哋非常之